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诗篇103篇这样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那不论我们今天遇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让我们都把我们的重担、我们的忧虑都放在一边，把焦点对准我们的神，让我们敞开心胸，我们一起全心全意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感谢弟兄姐妹，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立，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全心颂赞，献上为祭司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要颂你名，在你天中一日生活在世上前，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欢呼，呼声永不息。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全心感谢，全心赞美。全心颂赞，献上为祭司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要颂扬你名，在你年中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我要全心赞美，我要全心赞美，要颂扬你名，在你天中一日生活在世上前，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一人同力，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哈利路亚！让我们用掌声将一切的荣耀赞美献给我们在天上宝座的神。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请坐。当我们全心全意的敬拜的时候，圣灵跟神的爱就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彼此相互的祝福，相互的来分享，让我们的爱不只是领受从神来的爱，而是将这些爱分享给所有不认识主的人。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愿主的恩惠慈爱
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虽然现在外面仍然有下雨，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依然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用全心全意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主啊，你是配得我们所有一切的赞美，不论是在高山或低谷，你的平安，你的恩典从未离开我们，你的爱扶持我们走过所有的困难，一切困难，你的平安抚慰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喜悦的敬拜。主啊，主啊，愿你的爱不只停留在我们的心中，更流进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教会以及我们的城市及国家，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祝福的这个器皿，成为福音的出口，满有主你所赐的这个平安，还有主你的恩典。求主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祷告，让我们在祷告当中能够与主有更深的接触，让我们在祷告当中能够真的是听见主你的声音。主啊，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也将以下祷告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各位兄弟平安，真欢喜，搁到祈祷会时吼，虽望真少看我伫即个所在，因为暗时呢出门较无方便吼。啊，毋过我拢伫线顶，拢有看吼。牧师呢即边祈祷会安尼改变吼，互我真惊吓。我毋知影要安怎才好啊吼。其实真正毋知要安怎来甲大家讲遮个代志啊吼。啊不过顺服就是蒙福啊吼，顺服就要蒙福了吼。啊，我今仔日呢要甲大家呢来分享一个，因为台一区嘛吼，台一区呢，咱知影迄个咱教会即边安尼分区吼，是用啥物话落去分无？我有讲用礼拜、用台语、用华语，还是用年龄层吼？几岁吼？好，袂要紧，我要甲大家解答即个问题吼。台一区呢，台一区吼，就是较年长的啦。较年长的啦吼，所以我今仔日呢要分享的题目就是年长者的关怀事工的经验嘛，吼，因为台湾呢，你今年的第一季已经进入超高龄哦，你知影高龄是几岁无？啊，高龄是65对吧？吼，啊，超高龄呢，嘛是65啊。啊，对，哇，我们的翠芬长老很厉害哦，拢有伫注意遮的。高龄就是60岁以上，占人口的比率呢14%。你比率内底有14%是65岁以上，叫做高龄。超高龄呢，就是占20%以上。你这个比率内底呢，这个团体内底，你有已经咱台湾呢，已经有20%的人是65岁以上啊，所以咱今年的第一季哦，4月遐，政府的统计出来，就是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啊。这个吼实在是
互人，我毋知影恁听到这个时阵是欢喜啊，我嘛是呢。啊，是讲，哎哟，安尼哦，安尼是要安怎？我已经遮侪岁啊妈，吼，我伫病院呢做服务，吼，伫遐做志工。我讲我顶礼拜看到的一个经验嘛，吼，就是，要去看病拢爱先刷卡嘛，对无？报道嘛，爱报道嘛，吼，爱报道呢，每一科拢爱报道。荣民医院呢，8点半才开始，医生要看门诊，进前20分，就是进前10分钟啦，就是20分，8点20分的时候呢，开始可以插卡报道，会使插卡健保卡。你知影无？我徛遐看，有一科吼，一个一直插卡，啊，因为荣民医院呢，伊有一个制度叫做高龄优惠看诊，85岁以上，85岁以上你可以优先看诊啦，哈。优先那你如果是在那个区块的话呢，你一刷卡进去，伊迄报道遐的伊就会下出来，敬老者，敬老就是你已经85岁以上啊，从伊开始。刷卡迄科的时阵吼，我看我甲伊算吼，1个、2个、3个、4个，我算到17个，已经有4个人是85岁以上敬老。安尼比率是偌济？迄是85岁哦，65岁到85岁佫无算哦，所以有恐怖无？真正是真恐怖吼！所以呢，伫遐安尼。感触都足深的啦！我讲哇，安尼超高年的时阵，即个世代是要行到什么方向去？吼，咱即礼拜呢，咱的周报，咱后礼拜后主日，咱要重阳吼，要颁发嘛吼。你知影无？咱这重阳名单内底吼，拢总有偌济？190个。咱佫是70岁以上哦，吼，70岁以上就190个。啊，咱教会拢总的在职会有偌济？咱拄早后会选举过吼，500几个嘛，对无？啊，所以咱的比率是偌济？所以咱的教会是啥物？这嘛是一个。逐日咱去思考的啦，你教会内底咱的年龄，拢占迄个比率是已经足悬啦，吼。啊，即个年长莫讲超高龄，咱讲年长就好啊。年长的，咱看到的现象是啥物货？我们看到的各种现象。年长了以后，当然也有身体很健康的，像我们的李皇兄，哇，爬山、游泳吼，逐项拢会。但是普遍来讲，咱已经一代机器已经50、60年啊，70、80年啊，迄个会到啥物，拢爱整修啊的时代。所以检菜呢，你行动顶头啦，你食面顶头啦，你行路顶头啦，拢安那，拢是进入一个。开始慢慢啊，延缓，迄个速度嘛比袂着啊，食物件嘛比袂着啊，啊，较重的哦，真会遮重哦，我食袂落，对无？咱是毋是已经开始进入即款的状态内底啊？所以呢，伫阮台一区吼，即个台一区就是阮3组内底，咱来看周报顶头吼，阮3组就是，其实吼，我甲昨即2天我伫准备遮的时阵吼，我嘛是足着惊，190个内底吼，阮台一区吼三个小组就占40几个，所以我们台一区又是我们教会的怎么样超高龄，190个哦，阮占40几个哦，吼，所以呢，实在是。你若豆啊去家想吼，即个比率真正是足恐怖的。我今仔日呢来教会了，我拜托张玉甲我做即个小用一个图表安尼。我知影吼，那个
迄个青衣区哦，因做迄图面吼，迄设计图，迄啥物比例图啊，啥物话吼，哦，迄足赞的。华裔区呢，华裔区伊安那哦，伊迄条条文字说明呢，哦嘛足厉害啊！啊，阮台裔区是要创啥？哦，我只有赶紧的找张玉，讲你甲我用一下哈。你看，伊讲哈，家都是比例超过40%以上的，哈，高龄超过40%啊。我们红字的呢，红字的就是比例超过60%以上的，哈。60%以上的啊，哈，差不多拢伫这几组内底啦，哈。所以用安尼呢，咱就来思考讲，面对的这个高龄的时阵呢，你是要安怎来陪伴因？咱你无用的顶头，你是要安怎来做？我找一寡资料，我就讲吼，咱你对这个长辈的关怀，咱第一。咱就是爱尊严，甲因肯定，吼，因为因过去，你因的生活内底累积真侪的经验，你知影无？咱的时大人拢讲吼，头过身就过。咱中间有人毋知影这句话意思无？头过身就过啊！这个长辈吼，因你讲这话吼，迄拢是因生活的结晶呢。累积起来的智慧呢，所以咱爱安怎甲因肯定，因真正是无简单。约别伊咧患难的时阵，伊3个朋友内底嘛有年长的，所以约别讲年长者安怎有智慧，吼，迄有岁数较悬的人呢，迄真正是有智慧的人，咱就爱甲伊肯定。第二项就是讲爱鼓励因。无论你生活顶头，也是你信用顶面，毋茫因讲安那会当继续来成长。随望到即个坎站啊，总是你爱继续向前行。所以诗篇的92篇14节，伊讲啊，就算你到年老的时阵，你犹原爱结果子。吼，咱到年老的时阵，犹原爱结果子，迄果子呢爱饱阁有食，吼饱甜哦，爱饱甜阁有食无吼，安尼常常来发生，奉献咱上帝赏赐互咱即个性命，应该爱发挥伊的价值，吼。过来呢，对即个长辈呢，咱甲因关心呢，其实搁较重要的，就是爱提供迄个实际的行动甲帮助啦。长辈头拄仔我讲过，因无论你食物件，还是你行路，还是你你讲咱最近咧比赛迄运动会啊，啥物会啊，咱哦，因就讲吼，我袂晓，我无法度啦，我无法度啦。咱顶届迄个骑脚踏车有无？其实今年吼，咱60周年吼，我家己讲，我讲教会的活动，我一定要配合的。啊，毋过即个骑脚踏车吼，我都无法度安尼啊，无输。迄个骑脚踏车，因为吼，你实在是无法度，啊，脚头舞都无法度好，安尼踏啊，是要安怎骑啊？吼，所以讲啊，即个长辈呢，咱真正实际爱甲因上重要就是陪伴因。啊，有实际会当甲因斗相共，知影伊有啥物欠缺的时阵，若会当有实际甲因斗相共，必要的时阵去甲伊探访，这是咱会当做的。而且呢，对伊呢，对即个长辈的因长辈人吼，都是欠人陪伴啦，欠人陪伊开讲啦，所以呢，尽量呢是用安尼来陪伴因。吼，陪伴因的时阵呢，哦，因就欢喜。你免讲，你讲3句，伊会使讲3点钟啊。你免烦恼，吼，迄真正长辈呢，都是欠陪伴尔。因需要，因为有诶细囝拢囡仔拢出去啊，上班啊，吼，也是讲我伫病院吼，看到真济吼，咱家己一个人去看病。啊，我讲，啊，伊都行路足慢的啊。我讲，啊，哪会无囡仔陪你来？啊，因都拢去上班啊。我讲，啊，上班嘛爱请假，哎哟，爱趁钱啦。啊，我家己来啊。
我就会甲因开玩笑，我讲吼啊，因为吼，阮病院拢有志工啦，阮志工就会甲你服务对无？伊讲对啦，哎哟，恁病院足好的啊，阮若来吼，恁就甲阮吼带甲好势好势。不过有时候吼，我会感觉讲吼，我们的爱心被滥用，安怎你知无？因为因的细囝，因的囝儿吼，甲伊带到门口，很摆明的哦，下车自己走进去，里面有志工。那我的感觉就是足无好的啦吼，我反正敢若讲互利用安尼啦。不过呢，对即个长辈本身来讲，伊是真需要人陪伴伊的。啊，囡仔都安尼，你嘛无法度，因爱上班啊，爱创啥啊，所以呢，其实荣民医院呢，志工你陪伴遮个年长，头拄我开始的时候，我讲迄个比如吼。才刷卡17个，都有4个是85岁以上的，你想看卖讲？所以吼，阮荣民医院的志工吼，其实嘛非常的无用啊吼，拢爱护士吼，即摆人门诊入去看好出来，伊就会叫阮服务台，因为给我们一个志工到第3诊来，啊，阮就讲期望，这个伯伯吼，你带伊吼，我甲伊讲，伊拢听无啥有。啊，你甲伊讲吼，即张是要创啥？啊，做好换即张吼，啊换即张，换即张，啊3、4张，到做一回，啊就讲你们呢帮我们带一下，因就是安尼，无伊真正无法度完成伊迄天的看门诊，就是这样子。所以咱家己就知影讲啊，因需要真实际的来甲因斗相共。上重要的就是咱讲话的态度。我感觉讲咱陪伴。年长哦，我头有讲哦，你讲3句，伊会使讲3点钟啊。其实吼，咱免啥讲话。毋过呢，你爱互伊感觉讲，你的态度是真正你家己斗相共，你有诚恳，你愿意陪伴伊，迄个口气甲迄个态度，你莫讲因拢毋知影哦。其实呢，你若小可较敷衍一下吼，啊，好啦，奶奶，我带你去啦。阿公，我带你去啦！伊讲啊，你行遮紧，你也无等我，伊马上就知影呢。啊，所以讲吼，咱讲话迄个口气，甲迄个态度，对方拢感受会到。咱若去要探访的时阵啊，也是要甲教会遮有一寡长辈，咱嘛甲伊斗阵的时阵吼，你是毋是？你甲伊讲话，你目睭看遐，知影啦，知影啦，你只要为遮去就好啊啦。伊讲啊，你甲啥人讲话？你也无看我，哈，所以呢，我们的肢体语言，其实长辈很快的就可以感受，他非常，特别是因的心哈，就敏感的，我们绝对不可以用敷衍的态度，好啊。他都呢看到讲，阮有3周，我们有3组哈，都是超高龄。阮的比率拢足悬的，阮拢红字对无吼？所以呢，继续呢，我就是要请阮这组内底，阮这区内底哈，带领长辈非常不容易对吧？哈，我们带领这么多长辈一周哈，多家小组内底，阮的组员哈，拢总有25个，内底都22个，你这个表扬名单内底。好，我们请方慧小组长来。多加25个组员，有22个是70岁以上。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下暗讲叫我讲，我实在拢无准备。毋过我着祈祷，甲讲主啊，当我是要讲啥啊？所以拄则分辖长老讲着多加超高龄的啦。伫阮小组90岁，应该有2、3位啊。啊，80岁足济吼。啊，我会记我较早1970年当年轻的时来嘉南教会，打10000年久，圣诗讲的10000年久变老人吼。啊，我歹讲我是老人，我要讲是有血人啊吼。嘿，啊，你看足恐怖的。我本来是年轻人，啊，怎么变年长者？啊，毋过吼，
带多家小组有影拢是年纪足大的，有诶真侪位是拢是信仰安尼一直家庭一直起来，嘛有几位是因年纪真大，才来洗礼，所以因诶信仰诶灵命吼，实在是抑搁伫像囡仔共款。若拄着什么代志吼，就歹来，嘛是有安尼啦吼。要安怎？就是甲鼓励就是替祈祷我实在袂当做啥物，我知影讲，只有祈祷交上帝，逐工提名阮的组员，对阮的牧区长老台区的长老。阮的每一位组员，只有替因祈祷啦，真正求圣神伫因的心内感动伊遐歹来的啦，嘛是有影年纪大，有诶是身躯有病痛，有问题啦，膝盖痛啦，是安怎吼？总是我是感觉讲，哪服侍，哪甘甜。有服侍，上帝的祝福。以上。这实在是非常无简单吼！25个内底有22个70岁以上的，所以阮方慧姐呢，实在是真正勇的吼，要带领遮的，伊呢，佫足伫小组聚会时阵呢，拢足够甲因关心的，甲因问好、请安安尼吼，所以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小组长啦哈。嘿，我们要给他鼓掌。好，第二呢，我要请文成长老，就是即个古水小组，伊迄组呢，拢总有16个，其中有11个是70岁以上的。我要讲的拢叫伊讲先。阮即小组的特色，组员16个，71岁11个，出外阁4个，扣过起来，出伫教会12个，所以70岁11个，所以阮95%以上。阮的平均年龄，我甲算看，大概75岁。阮的特色是初老伫照顾老老，像我即款的初老，70岁统，咧照顾90几岁老妈妈足济嘛是像美云长老嘛爱照顾因先生邱林明最近骹嘛无拄好盛峰嘛着照顾伊太太，所以阮拢是初老伫照顾老老。这是阮的特色所以暗时出门拢无方便的，所以阮这组目前伫周间没有特别的聚会，只有鼓励因参加礼拜，尽量参加礼拜聚会。若想要参加小组，就介绍伊去用神去做这是目前的情形。我目前小组长的任务呢？就是关心组员的尔啦若知影代志就替因关心，然后替因来祈祷佫一个就是传达教会的一些那个政务推行像迄分红包啦是讲有啥物聚会，啥物特别的迄个聚会爱参加去通知啦这是阮的小组。这是阮小组的特色啦。主要为阮来带导拜托的代志，就是阮的组员年纪拢足大，生活出入无方便，所以为着阮在年长的组员来带导，互因身体健康。第二就是互因有气力，通稳定来参加主日的礼拜。第三，请为着我来祈祷。互我有动力啦初老，阮拄则甲阮姐姐讲过共款我是伫
教会拄拄成立5年来到嘉南教会，迄阵教会2楼吼，对头骹甲楼顶拢用走的，即嘛咱用爬的，所以那个体力也渐渐流失吼。所以替阮来祈祷啊，互阮有气力，互阮有迄个热情，通特别来为着这个小组来尽阮的本分，做阮应该爱做的。以上。文生长老吼讲到厝老照顾老吼，我前2天尔拜日迄天，嘛是伫病院看到一个阿嬷。伊要抽血，啊，就足慢的，行足慢的，啊边仔一个查某甲伊扶着，啊你都坐着啦，伊都护士就讲叫你坐遮啦，吼，啊就坐落，啊即马抽血了，叫伊爱搁去验尿，搁创啥吼，结果呢，伊就搁带伊去诊所，然后迄个查甫呢，我才知影讲，哦，伊就是因后生啦，伊甲我讲吼，你看，我是厝老照顾老呢。我65岁，照顾伊85岁呢，真正即款的现象吼，即马足时常看会到的吼，真正是安尼啦吼。文成吼，你的心情呢，我真正学到真济。在方慧姐身上呢，我学到的那个有温度的人，吼，伊拢会安尼轻声细碎吼，来甲遐个长辈呢，甲因请安问好，还是叫因安怎祈祷安尼吼。在文成的身上呢，我学到的他带领小组的技巧。哦，我真正学真济啦吼，非常的感谢这个小组长。搁刷落去，我要介绍阮这区内底吼，唯一上少年的。毋过伊少年的小组长呢，伊迄组呢组员有17个，伊都有8个的年长者，70岁以上的哈。我们邀请嘉玲小组长。素心长老说，台一区是千岁团，我在天岁团里面是最年轻的，对，只有在这里可以装小孩。其实我好几个组员，透过几次分组，我的组员送给别的小组很多，那个多家小组有好几个，比如说玉莲姐啊、秋兰记啊，好这些原来也是我的，然后那个。秀莲姐、阿湾记啊，都是我的，所以他那22个里面，其实有一些是我的，然后嫁一期耶，然后那个天星兄，是在我这一组，但是他因为阿湾记啊，的级转到多家，所以每次开合会的时候，他应该坐在我这一组的，那时候就有问，要做伙过不？阿湾记啊要去分组的时候，阿湾记啊要去那个康姐迄组哈。天星兄讲，免啊，我也无参加小组啊，好，已经再三确定，因为去年分组的时候，那个名单是1次2再确定了，好，可是每次开合会的时候呢，阿班基亚这里带，他就坐在那里，所以变成康姐那一组的位置永远不够坐，然后我就跟他说没关系，然后还有秀寡基亚嘛，是我去做诶，好，可是他都是跟多家的坐在一起。那每次开会的时候，我都要记得去跟康姐说：“康姐，你遐人也无讲吼，有2个来我家坐。”所以带千岁组，就是需要同工的时候，他们可能不会是实质跑出来做事的同工，但是关心他们会关心你，特别是像我爸妈都不在了，我也没结婚，没老公，没小孩。对，那就一个人，所以也没有什么过不过节的。可是当关心长辈的时候，他会想到你，中秋你要去带，那个什么端午节你要去带。如果不是他们特别这样子提，其实我自己也忘记哦，原来要过节，因为没差，反正我就一个人。但是带千岁组有一个很心痛的，就是年龄是单行道，那生病很多是不可逆的，它只会越来越差，然后要一个一个去送别这些长辈，然后同工不够也是小组长很辛苦的。对，我不只是嘉玲小组最年轻的，我还是台一区最年轻的。对，所以当有什么事情
真的没有同工，那有的时候像以前是分组、分小组要去当招待，那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就去跟别的小组借，借我2个，你们服侍的时候我还你，我来度。有的时候会觉得很无力，但是看着这些属灵的长辈，他们在教会已经奉献了他们最精华的那一段岁月，他们是服侍过来的，只是现在是因为年老了，他们没有办法再去更多的去负担脑力激荡的，或者是体力上的，所以身为小组长的人呢，既体谅他们，但是当需要服侍要动员的时候，又为了动员不起来而很难过。比如说现在要动员那个参加运动会的，那我已经贴了影片了，不但贴了影片，还私赖告诉他们，你看很简单，很好混，很容易就拿到那个摸彩券，甚至于哇有直播呢，甚至于还说我是其中的关主，来找我。可是他们还是会说啊，还有少年那去算就好啊啦，我参加礼拜就好啊，动员不起来，然后心里会很难过。他们自己把那个年龄放在前面。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谢老师是住在安养中心的，每次他的儿女，不是每次啦，就是有时候他的儿女去看他之后回来就会传讯息给我，说啊爸爸很孤单哦，希望教会的人多去看他关心他。其实我自己的父母不在了，我很清楚那个感觉。其实父母要的，他哪里是要教会谁去看他，他要的是儿女去看他。所以每次看到教会的高龄化，也让我很难过。我常常在讲的就是富二代没有什么了不起，给钱他就是富二代了，培养信二代才值钱。今天教会的高龄化是不是相对的也表示我们的有一部分的信二代不见了，某一部分的信三代不见了？所以你要靠容我这样子说，要靠其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来服侍这些长辈，其实更多的应该是我们去回想长老会，从马街开始算起，其实现在有的教会已经有第10代的传承了，而那些代代相传的传承才是信仰一棒接一棒最精华最美丽的部分，上水的见证拢底下，只是很可惜我们现在看不到。那虽然有时候动员没有同工要去爱港救爱行，但是我仍然对，我怎么就答应了？那个苏新长老在问，明年是不是继续当小组长？对，我回了 OK 那既然回了 OK 答应了那就继续去服侍这些长辈，因为他们过去也曾经付出他们最精华的岁月在迦南教会，而现在他们只是因为年长，那仍然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而且在他们身上看见了很多真水的变景。那我愿意持续的去服侍他们，但希望这个最年轻的这一个，因为这把年纪了，实在不好意思当最年轻的，所以仍然希望在我的小组或我的区，可以有比我年轻的起来，然后一起来服侍这些长辈。对。所以安尼听落来，恁有啥物感想？充满了盼望，阿门。好，阮上少年的小组长哈，其实我伫伊身上吼，我嘛知影我爱学习啥物，我偷偷的替他广告一下。他对于那个电脑的运用非常的厉害啊，他可以做海报。我曾经你看的恩友服侍的时候他都替我做海报。然后我在花卉小组的那个宣传广告呢，伊嘛替我做。所以甲老师建议，这好好人才嘛爱好好用啊无你，哎呀，不一定啊因为他真的有这个能力啦。我感觉讲人爱放在对的所在，唔是讲伊即马唔对啦，伊即马嘛做了真好，所以伊阁继续做，你知无？阮阁邀请伊继续做啊所以呢，我感觉讲，互伊的专长会当做更较好的发挥啦这个是稍微替我的小组长广告一下
搁来刷落去呢，要请阮的牧区长苏清长老。大家平安。那再帮嘉玲广告一下，我想说电脑有数位干事，所以他的专长就是初信造就的那个授课程哈，他的 PPT 非常的简明易懂，就是我们那个帮组员补课的时候用他的 PPT 就很容易补课。好，那大家平安哈，伫我和那个分校长还有那个文成长，赶快就是伫主日的下晡，暑假研讨会时，无是讲周报第4啊70岁以上的名单有190名，迄阵时我非常的着惊，我转去厝里就该提出来慢慢看。咱台语区除了嘉玲组长以外，就是方慧组长有70岁，文成组长有70岁，分校区长嘛有70岁，所以咱这区就是所以初老的区长、小组长照顾老的组员顺便跟大家报告一下，我发现那个台市区的美英区长，他在4月份的时候竟然也被丢报告，哇，70岁哦，所以我们拍掌为他们献上感谢70岁。好，那所以我们海域区，哪怕是半日游也是算千岁团。那我们哪怕是半日游，我们的保险要分2块，一块是80岁以下叫做旅游平安险，80岁以上叫做人寿险。然后我们感谢我们最年轻的嘉玲组长，他们帮我们妥善的规划，还有我们的问奖都是各区那个跨区来相助的哈，感谢。那最后我自己有2点的反省哈，第一点就是一开始在分区的时候就很单纯想说把最年长的放在台语区，那结果乱1年下来，就是发现很多教会的活动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这一区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支持那所以感谢其他区这样自动补上。然后第2点的话就是，因为我去年之前是担任区长，那区长有事情就直接找小组长，那我今年就是那个积习难改，就是角色没有换过来，所以很多事我就直接就是跟小组长讲完，然后就这件事就完了哈。那感谢那个分校区长的谅解跟扶持哈。最后愿神祝福，悦纳我们每个人的摆上，谢谢。阮这个牧区长非常的可爱啦，你有感觉伊足可爱无？有哈，伊非常的可爱哈。安尼讲话呢，不闻不问，不急不徐，慢慢来，慢慢来。伊安尼万行事道道来啦，所以呢，真正离阮的小组长内底，离阮的牧区长内底呢，拢互我学着足侪，我应该阁欠缺，所以我爱因特别来学的。教会呢，煞只是毋是我爱讲啊？教会呢有这个据点对无？关怀据点，这个据点呢，自从伊内底的成员是社区足侪人来，因拢无共信仰，无共生活的背景的，因来到这个所在。咱有一个问题，从有据点成立，我就伫这内底。我一直咧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讲，因为我们成立据点，就是希望把我们的福音推广出去嘛。就是嘛讲伊会当入来教会嘛，入来咱礼拜嘛，甲咱斗阵做礼拜。毋过敢若真困难呢。政府规定讲咱袂当讲信仰，敢若教因做这，教因做伙，教因手捏。安尼是要安怎互因来认捌信仰？所以呢，后来才有拜五的小组。嘛讲透过拜五小组，互分几组有迄个机会加减来讲到信仰，用圣经的话语来带领因。今年9月11迄天，阮去参观到即个九如，迄个是社区发展协会、社区发展协会吼，阮去遐参观。透过迄个总干事的分享了后呢，转来过无2礼拜吧，咱的总干事就派我工课，讲。分校长啦，换你来社区遐分享一下。我嘛是带咧等啦，是要分享啥？不过我就想到讲，遮个拢是长辈，虽然因信仰无共款，但是拢甲我差不多啊。我嘛是70外岁啊，好啊，用我想的呢来甲因讲，应该讲会通。
我就是安尼想。所以呢，我就你带领迄个事的呢，我就肯定因。拢每一个人拢有专长，会晓做衫，会晓种菜，会晓创啥。哦，内底呢，我嘛会晓，我嘛会晓。哦，足侪我讲安尼好，后盖呢叫请总干事呢，拢甲因排一节课，互因来小可上台一下，做一个讲师一下吼。总干事爱会记的哈。吼，迄天有调查，足侪拢有专长的哦。吼，虽望检查因是无受过训练，安怎去做讲师。但是只要你若甲伊肯定，伊就会当安怎？他拄啊，你志工开会的时候，乐林组长呢就讲吼，哦，阮遐乐林的偌爱表演呢，对无？无共款的表演，因煮菜做衫，伊是袂晓照像有训练的遐裁缝师啦，还是花艺老师啦，还是啥物货，因袂晓有真有处事来讲，但是呢，因非常的有热情。吼，这点呢，咱爱好好来甲因捡起来用。咱肯定因的专长了后呢，就会当激励出因对因使用这个场地。迄天我都甲因问哦，因为咱据点呢已经差不多成立要10年啊嘛，9年外要10年啊。今年才来敢若一个尔，啊，大部分呢拢差不多来5-6年。你想看觅40-50个内底已经来5-6年啊哦。所以呢，我肯定因了呢，我就激励因对即个场地，我一直甲因强调啊。你看，即个场地偌好咧，凭咱去九如遐看的吼，好几啊倍呢。因遐吼拢安尼客，啊无就爱搁去共借。你看，遮呢有电梯，有冷气，有便所，啥物拢做方便呢。因就讲，是。我讲吼，安尼吼，咱是毋是对即个场地的后壁迄个靠山，咱爱小认捌一下。好，我就把教会介绍进来了。我就甲因讲吼，教会吼，即个场地，互咱无偿啦，吼，免钱来使用。所以呢，因就讲，哦，遮好哦，九如吼，因场地一个月爱用10几万的租金呢，啊，阮拢也无甲咱收钱啊呢。因就对。所以呢，我就鼓励因讲爱来参与。因就讲爱。然后呢，我就讲对啊，上无我嘛会当举扫帚来扫涂骹，我嘛会当便所洗的。因拢讲点头，对。所以迄笔会呢点到了吼，我就随叫总干事讲，赶快把那个表格，因下骹咧催表呢，因讲吼。迄表做出来，阮随来填。所以迄天吼，我含总干事呢，马上就去做表，就叫因填。咱即马你荧幕上有看到的，你看，吼，每一天呢，我们本来预定2个人呐，哈，就4楼跟7楼，因为吼，我野心唔敢伤大，我想讲吼，因有使用的场地就是4楼甲7楼嘛，叫因为这2个场地开始来整理。哦，真的呢。你看他们多热心呐，他们多热忱呐，他们多有心呐，因就开始去听啊。所以我嘛甲总干事讲吼，遮有参加你做清洁遮的人吼，咱一推出这个活动吼，因就热烈响应。咱一定爱好好啊，把握机会，啊嘛好好啊，甲因表扬一下。所以唔知影总干事呢，伊有啥物拍算啦？吼，我是唔知影。金扫帚是非常的贵呢，牧师啊，真正，即马呢已经进入，咱即马10月是第3礼拜啊嘛吼，所以已经进入第3个礼拜吼，咱将这个阳光呢，拢归乎上帝啦吼。虽然咱唔是真正讲叫因来教会，但是因开始已经认同这个所在啊，我感觉这是真重要的。啊嘛，望讲吼，大家呢为这个事工来带到，这个长辈实在是无简单呐吼。啊，咱要服侍长辈，初老的包括我吼，要服侍迄个老的吼，真正是真侪个爱思考的所在。阮教会的时阵呢，阮有带阮即区啦吼，
应该有搁较侪人啦，因为阮有的人走去别位啊，无翕到相啦。这是我们今年的第一次，也是今年唯一的一次我们的户外活动啦哈。好，报告大家，同心来祈祷。天顶的阿爸爸，阮感谢你，因为你应允阮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那勇壮通到80岁。即马有人已经到90岁、100岁。你年老的时，检测因为生理上机能的变化，你到运动不足、食眠无够、营养无够、困眠的品质嘛无好，致使因体力不足。求主，互阮的长辈，伫身心灵拢会当得到调整，心中有迄个平安甲喜乐，加添因的快乐。欢喜学习新的物件，认识新的朋友，因的内心会当刚强壮大，会当来经历到上帝的恩典，领受到上帝的祝福，也好带领的同工，阮的小组长、牧区长有对你来的快乐甲智慧，有丰富的热情，甘愿奉献的心志，求主你的灵常常来扶持阮。愿安尼恳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圣经讲，犁头问就是老人的体面问，才会年中，才会好的信仰的典范啊，真做阮青少年甲后辈的信仰的好的典范。咱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的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亏是惊。伊予我倒伫清水的草坡，带我伫安静水边。伊予我感谢主啊！咱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迦南教会有190老，就有190宝啊！愿上帝就好，让一世人踮伫耶和华的厝。咱这时阵要来为着咱的世界国家社会来祈祷。好，我们时间的关系，好，我们等一下牧师完之后，就直接请佑佩来带我们做祷告。第一，我们要为了罗马天主教。在警告全球当中对宗教自由的迫害案件增加，以及人工智慧 AI 的影响，用来压制宗教。求主来帮助，也让真理可以更加显明，不受地上霸权打压。第二，我们为着北台湾近日的天气不稳定，在花莲的灾区也在提高警戒当中。除了有效预防灾难发生，我们也能够做好身体的防护，在季节变化时期都能够健康、平安、喜乐的心灵和家园。第三，我们也为着社会爆发多名公众人物散兵的不名誉事件，也唤醒青年男女能将保家卫国看为荣誉的天职，并且能够一起为国为民来贡献心力，让台湾更美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请佑佩执事来带你们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为着罗马天主组织所提出的警告，及中国和北韩等国家迫害案件增加，以及人工智慧被用以压制宗教信仰
导致全球宗教自由面临日益增加的威胁，向你呼求，恳求你施展大能，让真理更加显明，穿透一切的黑暗与谎言。求你保守信徒的心智，赐下勇气与智慧，让地上霸权的打压失效，信徒持守信仰，不受动摇，让真正的自由与平安临到所有寻求你的人。也为着北台湾今日不稳定的天气和花莲灾区，求主施恩，有效预防灾难的发生，保护在地人民的安全，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季节变化时期都能做好身体的防护，保守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更是给我们平安喜乐的心灵，使我们的家庭与家园都能在你的爱中蒙受保守，得享宁静与安定。公义正直的主，我们为着社会爆发多名公众人物闪病事件，向你承认人心的软弱，恳求你借此事件再次唤醒青年男女，能将保家卫国视为荣誉和神圣的天职。求你将爱国爱民的心志放在他们心中，使他们乐意奉献自己的心力，不论透过何种方式，都能一同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愿你祝福台湾，使这块土地更加美丽、强盛，充满希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接着为教会来祷告。好，今天是台一区的分享。好，我们在下个礼拜3是重阳节这个主日，也要教会做敬老会。好，那我们提到这些的长辈，好都能够身体强健，好也能够成为教会的祝福，能够老当益壮，为主做工，好拢北康康。第二，我们也为迦南教会60周年的下礼拜5的感恩音乐会。那是7点半开始，要来见证上帝一家子的恩典。我们也目标能够动员300人，一起用音乐来颂赞上主的洪恩，也祝贺迦南教会生日快乐。第三，我们的60周年感恩礼拜以及运动员游会，下个礼拜天在桃小礼堂来隆重举行。目前报名有506人，也求主赏赐当天能够有稳定的天气，能够全员出入都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请家军组长好来带领我们大家做祷告。天父上帝主，谢谢你让我们知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主要教会有70岁的会员，已经达到190元。主要求你赐福这些长辈身心灵老当益壮，继续为主做工，绝不落空。主要在他们当中，主你拣选他们成为基督徒，主要为的是要得蒙你的祝福。谢谢你，也为了就60周年的所有的活动，感恩礼拜和感恩音乐会，主要10月31号晚上7点半要见证一甲子的恩典，主要目标是300人一起用音乐来颂赞主你的恩典、你的洪恩，也要祝福迦南教会生日快乐。这个当中，我们用音乐颂赞主之后，我们在11月2号的9点，在桃园国小礼堂要慎重举行，主要506人，这么多人的一个欢庆的感恩主日，也求你给我们一个稳定的天气。那一天我们还有运动会，求你保守我们所有全员出入平安，让运动会欢乐的气氛之余，我们有和谐的关系，然后我们大家都平安，都没有受伤。谢谢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1个月会有一次为教会所有的肢体好来祷告。好，那我们今天有看到完整的，就是我们为立志长老他蒙主恩召上周5，明天晚上要在这个地方来举行家庭安慰礼拜，这个礼拜6上午举行入殓火化，
下午在教会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以及安放礼拜，愿主保守礼拜过程平安顺利。在病痛中的我们有怡静姐妹她今天传出心脏不舒服、心律不整的原因也求主看顾，以及周世勋长老肌肉无力，秀清姐周世勋、秀清老师夫妇那他照顾周长老肩膀韧带断掉、骨膜破掉那也在复健中还有为徐15弟兄在家的复健，以及吴敬宏兄也是在家里面的复健。那在癌症中是谚语那他昨天已经完成乳癌的手术和重建，今天下午也已经顺利的出院返家，愿神看顾，以及桂梅姐的这个卵巢的恶性肿瘤已经完成切片，那要来做化疗的治疗，也求上帝看顾保守，以及邱美智姐妹她也在做肺癌的化疗，那也求主来看顾保守，以及邱玉欣姐妹要在10月底要到林口长庚做乳癌的开刀，还有血凤组长的淋巴癌也在复健当中，丽梅姐也在复健当中，古佩文姐妹也在复健当中，还有阿梅姐妹也在复健当中我们感谢主。还有高龄的弟兄姐妹97岁有淑月姐、邱红长老，96岁的月香姐，92岁的周淑勋姐和毛陈宝仁姐妹，91岁的靳吴秋玉姐妹、吴敬宏兄和杜东桂锦姐妹，90岁的施七姐妹，还有林秋兰姐妹。那我们还有在长期的长照中心的谢松兰老师、李金叶姐妹，还有黄崇伟弟兄以上这些名单那求上帝来看顾保守，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祷告会能够一起在这里聚集，我们要为着励志长老蒙主恩召，以及保守在明天的家庭安慰礼拜以及礼拜6的告别礼拜一切顺利，也为着病痛中的怡静世勋长老、秀琴姐妹、15兄、敬宏兄，主还有文道兄，还有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也求主来看顾保守，还有为着怡静，还有为着谚语桂梅姐和美智姐、运心姐在癌症当中，还有秀凤和丽美佩文、阿梅姐妹他们在癌症的化疗治疗恢复，也求上帝来看顾保守，使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够靠主得着医治，靠主得着健壮。我们也为高龄的长辈们、弟兄姐妹们感谢主，也求上帝赏赐健康、平安、喜乐的心，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心思一天，能够为主而活能够活出主你荣美的形象。也为着长期在长照中心、安养中心的肢体来代祷，愿上帝你的扶持陪伴都能够与每一位肢体同工家人们同在，使他们都能够领受从神而来的医治还有恩典祝福。亲爱的阿爸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今日暗时的祈祷会中间，让我们会当同过集体、同过小组牧区才会分享，让我们会当真做上帝你的囝儿亲像。主你是大牧者，阮拢是羊群你来治理阮牧养阮，互阮心灵灵会当臃肿，也愿上帝引带阮到潭安静的水边，互阮会当得到主你的油你的油的膏抹，也用你的腿甲你的拐来安慰阮，互阮每一天都当过平安的日子。阮搁一摆伫主面前献上阮的感谢，也愿上帝听阮伫这个所在所献的恳求甲祈祷，安尼恳求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好喜欢与你在一起。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诚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平安
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愿伫天日的爸，愿你的名信，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对面，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神，感谢赞美主。好，我们彼此来请安，彼此来祝福。好，也谢谢台一区今天晚上的分享。好，我们的桌椅就保持原位。好，请大家不用收。明天晚上有家庭礼拜。好，愿神祝福大家平安。